来看南投县目前是有40户的寄养家庭哦，有80个寄养囡仔。南投家庭辅助中心是表示讲，目前寄养家庭的父母有超过一半哦，拢已经是超过55岁了。所以今仔是开记者会，呼吁愈侪家庭会让做伙来加入。这是我们的典范。 寄养家庭代表担起比罗，亲像担起到照顾寄养儿小之人。南投县目前干那有40个寄养家庭，当中超过55岁的占一半以上。南投家扶中心特别举办招募记者会，代表分享的寄养妈妈，30多岁时捌做寄养家庭5年，62岁退休了后，过回来做寄养家庭。 伊讲，捌有一个幼稚园的囡仔，拄来引导的时下跛伫椅仔骹，经过伊长期的照顾，才变甲真开朗。为小班到今摆已经中年级啊，对我足好诶，然后嘛真体贴。阿嬷要穿啥？然后他会说，我会帮阿嬷做一些事情。 今年统计到10月，南投县接到2300多件囡仔受到苦毒，家庭暴力的通报，等于每天有7件。寄养家庭根本无够，南投家扶希望有寡济少年人加入寄养家庭的行列。寄养家庭一半以上拢会在55岁左右，南投县每一天拢有差不多6到8件有的囡仔，可能会互人苦毒，所以讲阮真的寄养家庭是无够的。 要加入寄养家庭吼，免烦恼啦。咱的家扶中心的社工吼，甲县政府社工吼，嘛拢会来协助。南投县政府强调，政府每个月阁会提供将近3万的寄养费，负担囡仔生活、读册这费用。除了会有社工陪伴寄养家庭，辅导寄养囡仔，也会提供寄养爸母的在职训练，囡仔的健保才会协助。希望有爱心的家庭来做寄养家庭。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。